最近嗰個闞千子係嘛？我對佢唔係好熟，咁佢又話佢生唔到仔，或者個仔又唔好，衝上咗熱搜。咁你又過嚟問我嚇，咁我咪去順便睇下啦嚇。問題咧就傳到好大嘅，總之係非常之唔樂觀，同埋非常之悲觀嘅。咁我就睇下佢劇本啦。1988年4月15號，結合翻佢嗰個做娛樂圈，佢同埋佢過去嘅事，同埋佢依家賺錢嘅財富級別咧，我推斷佢應該就係喺中午嘅時間咧，係比較符合佢成個人生嘅經歷嘅一個情況。咁呢啲咁嘅情況咧，大多數咧就梟首絕成嘅，好明顯嘅。咁你睇翻，尤其今年咧，係蛇年，係疊加咗佢啲不利嘅，因為不過講咗唔明㗎啦，又凶多吉少㗎啦。咁原來咧本身佢咧就係宮係冇問題嘅，但係星係最大問題。咁尤其呢種星有問題嘅時候咧，出事嘅程度係好高，因為呢樣嘢咧好難去避免嘅。就算你而家睇翻佢出現咁嘅情況，到佢後面嘅時間都揾唔到一個好嘅時間去做。如果佢嚟揾我做諮詢嘅話，我一定會建議佢用啲科技嘅手段，用多啲錢先至可以享受呢個子女嘅福氣。因為明星咧係靠才華，才華亦都係佢子女，稍為佢啲配合組合得唔好咧，就會出現啲問題。所以娛樂圈咧有好多類似咁樣人係有呢啲咁嘅類似嘅問題。咁但係佢咧又偏唔信啦，或者係揾錯人咧，佢就唔會做到一啲好嘅解方案。咁我哋咧就真係有好多豐富嘅案例，係呢啲咁嘅案例嘅實證。然後咧我哋有解方係解決過嘅。咁呢樣嘢對於一個娛樂明星嚟講，喂，你花個100幾200萬嚟去做一個整體嘅方案，做一個咁嘅陪跑嘅諮詢服務，其實係對於你嚟講係好嘅。你完全可以避免呢件事，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麻煩。尤其喺你賺錢嘅時候，可能你呢2年係賺得好錢嘅，但係後邊呢2年又賺唔到，或者後邊就全部撲街，甚至係塌房嘅。呢啲明星你唔少見啦。但係我哋就係覺得好可惜咯。如果佢能夠揾到我哋，我認為係可以去做到呢件事。不過你睇緣分啦嚇，呢個都係佢啲命。